以前到家樂公我唔見過風暴。阿婆以前太陽30度係尿過呀。空氣從今天是就是經濟工，年吃一隻財神，半夜咧有啲人送你2隻財神，有啲人賺2隻財神。一隻財神都要準備的買東西去食。沒空氣了，拿紙包的清大，以村裏的工田工體，有啲長大沒，早啊大，有啲就話，哎唔按照大哦，等到米下前鋒係2下都嚟要吹。年上說料理一樣了嘛呢？大家村的工藝料理，年上說不按水性就問水上夫，今年還有工藝啊，跟人買很多工藝啊，就拿着工費的裝啊，是弄快那的嘛，幾多毛個錢的過兩年呢？這嘛我按你講嘅生活快。咁毛嘛變生意你嘛，沒本着工藝。到今日又唔知嘅嘛，已記唔出啦。窮啊，往時啊嘛，哎呀冇啊。紅包嗎？冇紅包，就是愛有錢。過去開放的時陣，是亞當時順利點，非常來的點，才搞發啲紅包點。你以前過年有搞過煙花嗎？哦，有人搞，我自家都就冇搞過。突然間三指甲那裡，一隻細路的，爛的樣的，個轉嘅牙個嘅5、6件。門頭就一隻早上，一隻湯下，只怕看過唔能打過，我也是愛去打。本打你敢打嗎？人哋地方咪唔會講嘅，冇講過。以前嘅盾炮係用嘅呀，佢同佢講到打嘅，講到打，因為講下要幫上啊啲人，同佢見下打煙花用。哦，你一下過年時節也會有新衫褲新鞋啊。以前新衫褲就過年做嘅，事情不上有嘛嘅，要全部做下到嘅，你兩個兄弟做下到嘅啊。過年買新衫褲，全部分開，我擺少，去商量講大概個往時夫人，飛機忙去道理，出個天咯。是兩公分雜尿嘅事，係你做去全7、8歲，係你爛衫褲擦到去全咗咧。飛機來到安尼比較舒服，個安平，無客先係講到時只碰觸度在那咧，看到飛機見跌定下嘅有安尼話，咁咪只碰觸度平啊咧。驚佢跌定下來啊！那段時間你做你全冇意思啊，個講究就落天下來嘛。你哋以前做自己做鞋麼？做劇。劇係嘛？書裏做下來劇，我有按好嘅，冇馬做嘅叫啥名？我哋地就冇，地主富農嘅料啊，有錢嘅啊就有啊有，師傅快啲也唔定，現在見過人家有冇人哋啊，講下先。你哋以前一時過年冇紅包嘅哦？冇買不到嘅，我時咪人哋用鐳的錢呢，係咪？我有乜嘅？馬行鐳嘅。錢係硬幣用啊，硬幣用嘅，唔像鐳的錢的那是有年嘅嗰種啊，因為主要就生意你本嚟邊後要打搞咧，冇乜嘅，我有紙幣邊能搞，係話有人送哇，有啲工人都冇錢買嘢，就是做嗰啲做風雲嗰啲下嚟就拿銅錢去用嘅。記得乜時候就開始有紅包？從第幾就一直到家樂公我唔見過紅包，唔見過萬人拿到紅包邊，家人也冇紅包發啦，往時冇嘅哦，全家都窮。你過年冇紅包，會送乜東西俾生意啊？我要乜嘅送，唔做你生意，你幾做嘅生意，你冇送嘅，冇乜送嘅，只講叫乜就來，要乜拿出嚟食啦啲人哋。以前的紅包還記得都賺了5塊錢，幾多塊錢哈？有5塊錢吧，5分錢、5角錢、1分錢、2分錢。今日紅包都越來越大哦。哎呀，我哋幾人太少，人拿到要就2啊到。今年下幾包紅包就200。你以前唔發紅包本記得發幾多錢？發紅包咩20塊啊，50塊啊，發俾自家屋跨生日就100。阿婆過年有冇買新年的眼膜麼？過年啊，今日嘅幫人家包了利是俾我哋冇買眼膜，我要買眼膜，每啲細路啊、朋友啊、包啊錢的荷包要滿出1萬2的，年前唔應咯。
你阿婆準備過年呢，有冇乜話對大家講？大家過個新年，利利是是，祝大家平安的，冇災冇難過個新年。祝福大家過個新年，步步高升，冇災冇難。做成呢就快到財來，做到就錢來。工作都要一帆風順，順順見見啊！